我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三甲来吟圣诗第31首。天父疼人，世间正人，请起立。全首。请犹原起来，三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在天地的爸，愿你的姓，你的国民教，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死，要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天光，拢是你所有，代无尽。煞接，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
对在世路马也出世，伫本州彼拉多面来受苦，顶是离家死埋葬为父。三日对世人向国我，上天哪一个全能的上帝大名，要对那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福命。阿门。请坐。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20篇，在圣诗的后面1035面。启应文第20篇就是诗篇90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对甲世界还袂造成。你互讨债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一声，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早起时发起来无声，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一声，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灵通。咱三甲同心来祈祷。慈爱怜悯的天父，阮感谢你，你用无条件的听来听阮。当阮心内软软着急忧愁的时，只要阮遥目仰望你，你就用笑面来帮助阮。你牵阮的正手，陪阮爬过高山，也保护阮经过晴烟。想使阮平安，阮感谢你。除你以外，伫天顶阮还有一水；除你以外，伫地上阮也无其他所羡慕的。求你互阮伫每日早起时听见你的慈爱声，暗时看见你恩典的双手。阮要时时的倚靠你，因为你是阮唯一的上帝。人们信教70年久，感谢主，一直有赐予人们好的牧者来引带阮，阮会当徛起伫即个社区，为主来做工。每年阮所敬听的张牧师，因为要退休的关系，阮需要聘请新的牧者。求主替阮开新路，差派合神心意、听主、听会友的牧者来承接带领教会使命，也互伊有智慧
甲勇气来面对台湾社会高龄化、甲少子化的宣告挑战。也求主加添聘牧同工的心力，有对主来合意的领袖，互阮的教会成做主合用的器皿，伫福音的宣扬、信徒的造就，甲彼此的相听中显出主你的荣耀。感谢主，顶礼拜保守台湾平安度过小犬风台的威胁。这2天是台湾的国庆的连续假期，感谢主赐予阮有凉爽的天气。有兄弟返去故乡，也有兄弟出外旅游，求主保守阮出入平安，也求主保守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互和平甲公义永远伫地，也互主的真理充满台湾全地。阮会为着教会中有病痛的兄弟来求主医治，安慰因的心，互因会当紧紧恢复健康臃肿的身体。即条阮安静伫主你面前，求主的圣神甲阮三个伫地。主啊，求你按耳孔听阮的恳求，照你的信息、公义来应阮。愿你的国降临，从望甲喜乐充满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愿咱祈祷恳求，拢是靠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这时，圣乐队要来学乐，因所要献的诗歌是劳克者的学乐。
感谢圣歌队的学乐，咱个来恭听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第10到第8节，台语汉语本新约圣经第9面，马太福音第9章第10到第8节。耶稣落船过海，去到伊的本城。拄当有人扛一个变碎的，倒伫铺仔内来就近伊。耶稣看见因的信，就甲变碎的讲：“囝，做你安心，你的罪赦啦。”有经学士几若人心内讲：“即人占权南三讲。”耶稣知因的心意，就讲：“恁啥事心内藏歹意思啊？讲你的罪赦，也是讲起来行，打落一项较紧较快。总是要互恁知，人子伫地里有权通赦罪，就甲变碎的讲起来，也你的仆仔倒去你的厝，伊就起来倒去伊的厝。众人看见伊就惊，归荣光上帝。就是用这号权互人的。圣经读到这，这点要请新竹圣经学院的苏进财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完全的异地。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完全的异地。咱知影异地是基督教信仰中间一个真重要的福音。咱看耶稣伫这个世间的时，常常嘛咧做异地的工作。另外一项，基督教的普世宣教，一直甲医疗事工有关系。我本身全家会阮的家庭，我爸爸妈妈拢伫家己基督教病院信主吼，这嘛是一个真长的故事。所以异地是一个真重要的福音。我去过真侪教会，即马大岛艰苦的命单拢足长的，因为知影这个是真大的需要所以我感慨万千所以我想讲，今仔日虽然是纪念主日，我用完全这个异地来讲这个信息。兄弟姊妹，咱知影生命是上帝所创造、所想事，这个肉体活命有时充满欢喜、快乐。有时嘛，因为病痛、艰苦，互咱忍受无限的伤悲。咱请影音人员，咱甲我的 PPT 放多谢。人是安那会破病？当然，医生拢会甲咱讲，这是遗传的 DNA 啦、环境啦、食物啦、病毒。所以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圣经嘛，甲咱讲几项人的破病原因，头一个是因为犯罪。雅各书第5章15节到16节讲，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迄个病人，主要叫伊起来。伊若犯罪，也要得到赦免，所以恁着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恁通得到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气力是大有功效。所以兄弟姊妹，人若做毋到代志，犯罪。当然会影响健康，身躯会艰苦。第二项，因为是上帝的试炼。伫加勒太书第4章13节到14节，使徒保罗对加勒太兄弟姊妹讲：恁知我头一届传福音互恁，是因为身躯有艰苦。恁因为我身躯的缘故受试炼，你无看见我，也无气杀我，反倒当接待我，亲像上帝的使者。亲像耶稣基督，你讲什么？你讲有当时人艰苦破病是出自上帝的意思，是一种的考验，一种的试炼。迄个目的要成全伊的旨意伫咱的身上。做牧师徛空台定咧讲，基督徒的生甲死拢伫上帝的手。若倒转来想，艰苦破病当然有上帝的旨意，有可能要试验咱，要试炼咱。第三项，人的艰苦破病是无好好照顾家己的身躯。伫提摩太前书第5章23节，保罗甲伊的客囝
提摩太讲，你胃口无清，定定艰苦破病，毋通照常干那啉水尔，你会当小可用一点仔酒。啊，真济兄弟姊妹爱啉酒的，看到即个圣经才拢足欢喜的。保罗讲爱常常用一罐仔酒吼。啊，其实可能当时酒嘛是一种药啊吼，迄做药啊啉的吼。啊，当然咱兄弟姊妹，你若身躯无节制、乱食乱啉、生活混乱，糟蹋家己的身躯，当然会破病啦。你无好好照顾家己的身躯。第四项，人的艰苦破病是为着上帝得到荣耀。伫约翰福音书11章记载一个真感动人的故事，讲列撒罗破病，伊的阿姐玛利亚甲马大找人去见耶稣。后来你看讲耶稣哭了，耶稣流眼屎吼，伫圣经真感动人。讲主啊，你所疼的人破病，耶稣听见就讲，这个病无地到伫死，是要为着上帝的荣耀。破病有够不幸啊！佫要为荣耀上帝，要荣耀上帝，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道理。因为即摆今仔咱所读这个圣经，甲记载讲一个变碎的，互人用坡啊光来找耶稣。即款的故事不断伫耶稣传道生涯中间一直出现，无论是青梅、范太哥的、歹骹的、贵妇心的。一个人哀伤来找耶稣，因毋望耶稣会有法度解除因肉体的脱碍，毋望耶稣会当医治因，为着因有限软弱的活命带来医治甲毋望。耶稣看见安尼一个活伫苦痛活命的少年人，耶稣对伊讲：耶稣讲，细囝放心啊，你的罪得到赦免。新日本的圣经讲少年人吼。讲你的罪得到赦免啦，咱讲用讲的较紧啦，吼，宣告讲啊，你的罪得到赦免啦，大家议论纷纷啦。讲耶稣你也无要医治，吼，最后耶稣伫众人议论纷纷中间，行一个神力，叫这个变碎的摕伊的袍啊起来行转伊的厝，伊也归荣耀互上帝。因为耶稣要互伊无完全的活命，的礼物是一种完全的医治。完全的医治，这也是咱基督教福音的重点。上帝要互人的是一个完整、健康、活泼的活命。对这个故事，我个人感觉讲，咱的人生有几项的需要。头一项，人的肉体需要医治。创世纪第1章、第2章讲，上帝用什么来创造人？咱较早读经文内底有讲哦。土粉啊，土啊，哦，当然这是一种象征啊，哦，咱的台湾讲天生地养，人的活命是天所赐，上帝所赐，咱靠地所产生的五谷来维持咱肉体生存的需要。总是兄弟姊妹，你爱记住，咱这个土所创造的器具，有时嘛会欠缺，嘛会败坏，嘛会失去功能的时阵啊。咱每一个物件拢有使用期限啊，无论是电视机、电脑、手机啊，哦，你看即摆 iPhone 换到第几啊吼，就一直换，无公司会倒去啊，哦，伊当然互你袂当用遮久的啊。佛教徒讲身躯，咱的肉体是种臭皮囊，一个都无去啊，都无去啊。昨下晡我参加阮妹妹的。阮太太双胞胎的妹妹慧光吼，昨日念辉煌吼，啊，亲人伫遐哭甲吼，想袂到迄代志发生吼，咱无法去期待讲咱的活命会当活偌久啊！咱真侪兄弟姊妹，咱拢想尽办法讲有啥物养生之道，咱会当保持咱肉体的功能的来用堪命，也是讲百病不侵啦吼。2000当前，这个变碎所艰苦的病，有专家咧讲，这可能是病毒引起的小儿麻痹，吼，所以袂惊，也是讲小中风血筋塌掉，吼。当然，伫迄个时阵是无能为力的一个病症，所以伫绝望的中间，因来找耶稣，毋望耶稣来医治因，因毋望期待有一个新药通得到医治啊。兄弟姊妹，我毋知咱艰苦破病时，咱会找什么食，找什么医生食什么药啊？较早我伫中华牧会时阵吼，有真侪即个老兄弟、老姊妹拢爱食迄个电台咧卖药啊，
兄弟姐，你捌听过无？毋是电视咧卖哦。电视，阮牧师就甲我讲啊，人讲爱食啥物健康食品，我讲第几台？电视第几台？因为电视有200几台啊，毋知对一台甲你讲的才准吼。啊，这老兄弟老姊妹伊拢买迄个电台食药，一届我去探望看一个老姊妹，桌顶拢是药啊，拢是药啊吼。啊，我讲你去倒买，伊讲到电台买，甲我讲哦，你这偌有效咧，偌有效咧吼。啊，伊就敲电话就随送来，啊，钱就甲你收走。啊，我看伊的桌顶边啊，阁有一寡西药。我就问讲，啊，你这西药嘛袂歹啊，你嘛爱食吼。伊讲，迄医生拢无效，你毋通相信，迄个医生是因囝啦，吼，因为因囝伫楼骹开诊所，啊，伊住伫3楼，因为对囝无信任，所以感觉讲因囝开的药啊拢无效。其实兄弟姊妹吼，咱的信仰中间无规定讲啊，咱艰苦爱食啥物吼，啊，也是讲袂使食啥物，总是咱若袂晓节制乱食乱啉，也是讲你用其他。毋对的方法来啉食，糟蹋身躯，妨害健康，拢是对上帝神圣创造活命一种亵渎甲糟蹋啦。因为身躯的主权是属上帝啦，照顾身躯健康是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的责任。咱毋是讲啊，普拢是清清彩彩哦，总是有病神，咱才讲啊，上帝啊，你赐神了，你著医治我，咱若得无着神了，咱就感觉讲啊，上帝你拢无听我。上帝，你拢无恩典啊！兄弟姊妹，有当时艰苦破病是正常，咱只有求主伫逐种的病痛中间，特别怜悯咱、看顾咱，通过逐样的方法来医治、来帮助咱。我感觉咱的病得到医治，可能有3种。头一个自然的医治，自然医治就是讲你若较接运动，产生迄个抗体、有抵抗力，吼。啊，你得得到好，啊是讲有真侪福建，毋免食药啊，啊是民俗疗法，吼，啊是讲即摆真侪人吼，啊养生拢爱脚底按摩，啊这脚底按摩是即个台东啊，即个有一个吴神父吼，啊伊拄仔来台湾传福音，伫东部传福音是无人要听，吼，所以后来伊伫德国的一本的药册看到讲，脚底有反射区啊，你家饲的时阵会疼，你若对咧艰苦甲饲会疼吼。啊，所以家己先饲家己，啊，后来才开始为着真侪遮个兄弟姊妹来做即个脚底按摩吼。感觉真有特别真有效，是因为过去传福音无人要听，啊，总是即摆脚底按摩是倒手甲骹抓咧，只手甲饲，啊，当然会哀嘛吼，哀是来讲耶稣听你，啊，你着信上帝，吼，即种传福音当然真有效啦吼，啊。牧师讲一个笑话，这是55年前，你家己有一个基督教反共救国大会啦，吼，甲联合会。啊，这个会当然无人要去参加。啊，阮牧师讲，我拄仔信主，拄仔去教会，伊讲再个啊，你去啦，吼，因为无偌济人要去，啊，我就去参加。牧师讲啥我袂记啦，但是迄个大会请当时的嘉义县的县长，叫做黄老达。啊，伊是一个老中医师，起来分享啦吼，伊毋是基督徒啦。伊讲即个故事55年后，我阁会记。伊讲吼，恁做基督徒要有信心，恁若有信心吼，拢会得到医治，得到好。伊讲捌有一个患者吼，腰酸背痛来找伊啦，伊就甲伊开一个处方签，吼啊，转去了后礼拜过来，伊甲问讲，啊，你有较好无？伊讲好啊，拢好啊。伊讲啊，你去对拆药啊？伊讲无啊，我就甲即个药单搭入脚只片吼，啊，就好起。伊毋是基督徒啊，但是讲吼，恁信基督教吼，恁爱有信心啦。我去北京教的讲道，一个兄弟姊妹甲我牧师即张敢有效？我讲即张毋是腰酸背痛，这是我伫网络掠的吼。当然，即种会当医治咱啦吼，自然的医治吼，超自然的医治。超自然医治就是讲，照着祈祷。无食药啊，无开刀你嘛会好啦吼，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的医治有啦，但是真少吼，这种信念真少，毋是有求必应啦。因为医治的权柄是在伫上帝，毋是在伫对一个牧师，也是对一个人的手啦。伊甲你翻手祈祷，啊，你就好去吼。若无，伊就毋是超自然的医治。这个主权一定是上帝，上帝的医治，但是伊无的确的医治。
伫路加福音书第5章15节到16节记载讲，耶稣的名声哪来哪传扬出去，有真侪人自己听道理，毋望耶稣来医治因的病啦。你若想讲耶稣逐科拢会医吼，逐个人嘛要来找伊啦。总是圣经有人讲，耶稣退到旷野去祈祷啦，因为耶稣厝的人讲啊，耶稣起笑啊，连饭都无咧食，干那咧医治吼。兄弟姊妹，咱相信讲有神力医治，总然这个神力医治是上帝特别的恩赐，常常甲宣教运动有关系，是要见证上帝的荣耀，特别见证上帝的荣耀。第三项，正常现代医学的医治啊，咱来感谢上帝，互现代医学非常的进步，咱台湾人大人有健保吼，所以咱要看病。摕药啊，真方便，所以兄弟姊妹，你爱感恩啦。我定听真侪老兄弟、老姊妹讲啊，我有够歹命，食遮侪药啊，敢有够歹命？你爱感谢啦，你足侪病啊，阁有药啊通啊食。颠倒头想啦，我规身躯我拢病啊，我，所以兄弟姊妹，咱爱颠倒头来思考感恩啦。最近因为感慨真济吼，我家己受伤代志。头一个，咱艰苦破病，爱甲咱的病交专业、优秀的医师甲病院啦，这个真重要。去年的9月啊，中会的灵修会，牧师的灵修会，我跋倒啊，张牧师住伫我的边啊，吼。张牧师伫咧敲电话互小玲医师，因为找陈恒长医师伫普吉啊，因为我坐迄个救护车，救护车去到普吉啊，吼，他第一个当然是找伊急救啊，吼，到帮忙，多谢小玲医师吼。啊，第二个当然找蔡新典医师啊，因为我鼻仔歪一边，牧师要讲到鼻仔歪一边，真正歹看，所以后来蔡医师甲我矫正开刀吼，互我鼻仔正常吼。啊，最近走4间病院，台大、荣总、马偕、中间，因为阮牧师娘艰苦吼，破病。安尼走总吼，我超有2个月的时间是住伫病院内底，因为我是正港的台佣啦吼，人拢请外佣啊，干那台佣咧顾牧师娘吼，我家己住伫病院住2个月，所以艰苦破病爱交专业优秀的医师。第二项，兄弟姊妹，你要甲家己照顾家己，调整家己身躯的这个责任吼，交代家己啦，你要拍拼，爱努力啊！你一定爱家己有信心，家己爱努力。第三，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因为有信仰，咱甲性命交互上帝，伫上帝手。今仔更较重要，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对家己的健康，咱对家己的活命有种体验甲把握，知影要怎样照顾健康，是边听艰苦，咱拢欢喜用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敲找主的保守，敲找主的看顾。那肉体啊，得了医治，人的心灵嘛需要医治。一个人的心灵若无健康，肉体嘛未完全。你的心灵若无健康，你常常会艰苦破病。一个健康的人是包括心灵、身躯、灵魂健全的健康。所以箴言17章22节，甲咱讲什么？伊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神互骨头安那孤打去啦，连骨头都孤打去啊！吼。你若摕到马偕病院药录啊，顶面就有一句圣经节吼，所以有真侪艰苦破病吼，有当时你心灵若平静，生活正常，你甲调整哦，心休困调整真好势，你无食药啊嘛会好去啦。所以人来讲养生也在于养心啦吼，你有信心无食药啊，你嘛是会好去吼。较早我牧师娘食10几担的迄个高血压的药最近因为做化疗减10几公斤啦吼，伊足欢喜的是头一个是过去人送伊足水的衫，拢袂穿的吼，即摆拢会穿的，因为30几公斤咯，伊感觉迄个衫。第二项是食10几担的高血压的药竟然毋免食，吼，因为减10几公斤，血压都袂遐悬啊。过去无啥物常识总是真毋免食血压的药啊。兄弟姊妹，有当时咱的心灵真重要咱真侪人活伫心灵的捆绑甲苦痛中间。
有当时是外在环境的压力，有当时是兄弟姊妹咱家己内心的问题。因为咱的心灵充满无穷尽的欲望、愤怒、怨妒、记恨、忧愁、自卑、空思妄想啦，咱的心破病啦。咱需要上帝的透放，上帝的特别的意志，特别的意志。像即摆咱常常用家己的错误、别人的错误来刑罚咱家己，来刑罚咱家己，刑罚咱活伫咱身躯边的人，生活伫咱身躯边的人。所以即摆社会咧流行讲 EQ 真重要，情绪智商，甲信仰真有大的关系。因为一个人若定了发脾气，苦毒家己，你的身躯当然袂健康。通过正常信仰的生活，咱来建立一个健康、开发、活泼、充满自信、乐观的心灵。而且较重要是，你会晓调适家己自我的行为甲态度啦。你爱成长，你改变迄个整个人生，爱有一个调整。咱才有可能去面对生命中汹涌来的压力甲挑战。所以社会学家咧甲咱讲，毋是生有问题的世界啦，是生有问题的人的心出问题，造成今仔日问题的家庭、问题的婚姻、问题的教会、问题的社会啦。医治是上帝甲医生的事，总是彼此咱会当用听萨甲扶持、关心、交托、祈祷，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咱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箴言第4章甲23节甲咱讲，要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真侪人拢读华语讲，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由心发出来。所以今日即摆你就知影讲如何管理修养心灵的功课，会当用真实的信仰来锻炼医治家己，互咱家己的心灵拢得到健康，咱的灵魂拢得到健康，比咱即摆去拍拼赚到全世界搁较重要。人少年的时阵拢无顾健康，讲拼命趁钱啊！年纪大时，咱想讲，我要得到健康啊！上帝，我要得到健康，用较济钱，有当时嘛买袂倒转啊，买袂倒转啊。第三项，人爱甲上帝和好，得下罪来得到顶头事。咱知影和好是基督教教育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信息。人爱甲上帝和好，当然你嘛爱甲别人和好。甲别人和好了后，来恢复迄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人爱向上帝、向人认罪悔改，来得到上帝赦免，过一个顶头生的生活。这个过程是需要。这个变碎的伊来找耶稣，耶稣知影伊的问题，毋那伫伊骹袂当行，变碎伊的身躯的病痛。有可能这几十年来，伊家己的艰苦病痛，带予伊的亲人家庭偌济苦痛，讲袂出的苦痛甲重担啦。无论是经济、是心理、伫这个时间、伫这个冲突中间，偌哩苦痛。伊的人生可能充满真济重担，伊的灵魂、伊的生命需要医治，伊内心蕴藏的罪恶需要得到赦免。更较重要，伊需要认捌主耶稣基督了后，有一个新活命的旅程的开始啦。所以，这个变碎来找耶稣，耶稣知影伊的问题伫倒落，所以耶稣用上帝所赐的权柄来赦免伊的罪，而且医治伊身躯的病痛。耶稣叫起来，摕你的袍啊倒转去你的厝。耶稣互伊的肉体、心灵完全得到救赎。依山倒海的信心才祈祷，这是我这几个月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圣经甲咱讲耶稣一直讲恁着信上帝。我实在甲你讲，无论什么人对这座山讲，你刷开去这个所在，放投入海，你若心内无了义，信所讲的会得到成，就要甲伊成。所以我甲恁讲，无论恁祈祷求什么，无论是什么，若信得到的，就要得到，就要得到。咱嘛读过耶稣所讲，恁求就互恁找就拄着的，拍门的就甲恁开门。
但是即摆咱袂当对里面去了解这个圣经节，这是咧讲迄个基督的精神、基督的热性吼。毋是照里面吼，咱的上帝毋是有硬讲啦，我求你就互我，吼，你就互我。所以安怎祈祷？伫即个艰苦、走投无路、心灵郁卒的时阵，咱免来祈祷。吼，毋是照里面去了解。我咧想讲，祈祷遐久啊，山还无煞开啦。毋是讲会移山嘛？咱会使，要说讲咱会使在即座山驶去，煞去伫海内底，去伫水内底，它会无开去啊。你即摆你有当时咱祈祷，你感觉上帝你好无拢无听，山里对啊？伫你的心啦，其实山伫你的心内啊，来改变的，但是毋是照咱所想。基督徒咱拢会列一寡祈祷啦，吼，第一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上帝你要听清楚哦，吼！我常拢列清楚啊，吼！我上帝后来为第一项啦、第十项拢甲咱办啊，吼！迄个敢上帝？我讲迄毋是上帝啦，迄个奴才啊，奴才咱请啊，咱常清楚啊，伊就去照办啊。上帝是上帝，毋是照你所想，咱的心拢足自私的啦。我咧足侪祈祷吼，你上帝你着听哦，你着照咱来办。有一个神学家尼布尔讲吼，咱一生中间吼，兄弟姊妹，咱来去头前啊接受迄个无法度改变的代志。伫咱一生中间，啥物是无法度改变？人拢会死啊，人拢会艰苦破病啊。吼，我想讲这无法度改变。你感觉有啥物代志啊无法度改变？有可能真济哦。无法度改变，所以我咧讲风台敢会改变的，咱拼命祈祷吼，风台来咱祈祷互伊刷开吼。你捌想过无？风台伊个科学有伊一定的原理嘛，啥物伊会安怎走？所以咱来祈祷，风台改变，阵为菲律宾去，菲律宾死100害人，咱讲感谢上帝，无为台湾来，咱台湾人较好啊，较善良，颠倒头想，菲律宾都信天主教较济哦，咱信主的颠倒较少，所以毋是咱所想的所想，所以咱来去接受迄个无法度改变的代志，迄个无法度改变，伫生命中没有办法改变。第二，咱来去努力去做迄个会当改变的事，因为这种的改变有无限的可能性，有无限的创造性的空间呐，你有迄个大的空间。甚至讲艰苦破病，你去找到好的病院甲医生啊！我当时去找4间病院要怎？因为你有可能去创造一个更较大得到医好的迄个空间啊！所以不是干那祈祷尔，祈祷上帝，互咱有智慧、有教业的能力，去改变迄个会当做的代志。这是哪家第三项讲，互我有智慧去分别什么是第一项，什么是第二项。什么是可以改变，什么是不可能改变的？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咱一定有一寡虔诚的祈祷，甲毋忘期待上帝会听，期待上帝会听。我去年退休，我甲张牧师病会甲吴长老嘛拢病会去年我就办退休，受聘去新竹圣经学院，遐有真水的学校，咱教会捌去遐领袖会咱拢知影。想讲生活有一个无共款的改变无共款的生活，总是上帝拍断我即种的想法甲期待人咧讲迄那阵跌落悬崖，咱本来路行甲真好势上帝互咱去经历迄个艰难的事艰难的事，这是真正苦痛的经验。我家己做牧师，一世人徛伫讲台，拢讲生命伫上帝的手，生甲死拢要应邀上帝。因为我的牧师女是双胞胎，一个伫3月，一个5月，2个拢是确定拢是癌末拢是癌末所以我家己咧讲要安怎去经验即种的代志咱咧讲生甲死，无论活偌久，咱的生甲死拢要应邀上帝。咱要怎样去面对迄款的挑战甲试炼？
啊，当然我会问讲，真侪兄弟姊妹拢啊，我替牧师娘祈祷。咱的祈祷是啥物？上帝，你敢无听到啊？上帝，你爱听，吼，你爱听。所以我最近一直想这两条线，一条线是上帝，一条是人。人甲上帝无共款，因为人是有限，人软弱的，吼，人会当知影上帝的代志嘛，真少。所以上帝通过启示，这个启示有可通过圣经，通过语言，通过道成肉体的耶稣，通过宣告，把伊的旨意，通过圣神的溃烂，显出伫人的中间。所以人会当接受的有限，人透过祈祷、恳求，吼，咱甲咱的交托的上帝。我要问兄弟姊妹，你感觉较可能性改变的是对一条线？有两条线？对一条线安尼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啊！可能咱真少去想这项代志，吼，去想这项代志。祈祷的目的是要怎啊？啊，上帝，你听我祈祷哦，我拢甲你交代啊，我甲你交代。咱有咱的私心啦，咱的想法，咱的期待，咱的愿望。上帝，你敢袂当改变你的旨意哦？最近我去想着讲，原来祈祷毋是咱去改变上帝的旨意，祈祷是互咱徛喺上帝的立场来思考每一项代志。话语讲更贴近他的心意，接近上帝。体会伊对咱世间人，对咱每一个人的引带甲心意是甚物？美国南北战争的时阵，真出名的故事，林肯总统，吼，有人甲讲啊，咱来祈祷啊，祈祷，互咱看战争较紧赢，吼，啊，上帝会徛伫咱这边。林肯总统甲讲，毋是啦，是祈祷讲咱看会去徛伫上帝迄边无啦。所以毋是用人的想法来思考每一项代志，来思考每一项代志。咱的人生所有的有一日拢会消失，你看会到，吼，看会到拢是暂时，看袂到才是永远，吼。所以有一日拢会无去。你伫伊的财产、房屋，你伫伊的物件，吼，你的亲情，你的家庭，有一日你拢会消失。所以，咱每一个人面对的功课，迄个断舍离啊，切断、放下、离开，哦，迄是咱一定要去面对的。总是较重要，对基督徒来看，只有上帝永远伫咱的活命中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啊，上帝永远甲咱相较伫地。咱定咧讲永远话永生啊，永生毋是毋哪咧讲一个灵魂将来天堂尔。迄永生嘛，咧甲咱讲伫你还佫会喘气，还佫看会到、体验会到的时阵，无论你是生，你是死，永远甲上帝无分开。无论生死，我们与上帝永远没有分离。这是一个真艰难的功课。咱兄弟姊妹，咱拢要慢慢面对咱的肉体哪来哪衰弱，身躯的病痛、艰苦哪来哪济，因为咱年纪大嘛，年纪大。渐渐艰苦哪来哪济，甚至咱来面对所疼的亲人，有一日拢会伫这个世间离开咱。咱来一个放下，这拢是躲闪不了、无法逃离咱来面对的挑战甲功课。这是一个信仰真重要的时刻。咱每一个人，咱是毋是常常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讲：主啊，我要得到你完全的医治。完全的赦免，求你予我一个新的心，我要过真正活伫基督内底的生活，真正活在基督里。我要过一种顶头生无共款的生活。主啊，求你予我勇敢徛起来，无我心灵的软弱，我心灵的变衰，肉体病痛，成做我的性命得到完全医治的脱解，当心来祈祷。感谢主，互阮有机会接触基督徒，这是何等水的信仰，丰富的人生。虽然阮的人生要面对一个挑战、艰难，总是因为神来到你面前，阮有满足甲感恩。愿你祝福今早起来到你面前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无论面对什么款的苦痛、
艰难变痛，愿拢体会上帝你永远袂变换的疼痛甲恩典。伫你面前感恩恳求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苏牧师的信息。继续三个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616首，圣诗第616首，我点伫主的疼痛，请起立。第一奉献的进前，咱先来看一段介绍新约圣经含义的影片。因着 COVID-19 的蔓延，这是一个需要黄金、乳香、没药的时代。圣经学院每一学期都带着祷告的心，规划进修课程和邀请讲师，希望借此成为传道人的没药，帮助传道人在疲乏忙碌的服事中，透过课程来活化牧会思维，重新唤醒受呼召的心，使身心灵在退休进修的更新后，将没药带回教会，分享给弟兄姐妹，一起成为这世代活化医治的良药。上课的牧者传道人分享说，感谢上主，圣经学院提供的课程给了第一线的传道人很好的资源和帮助。这样的分享反映出学院兼具理论和实践的课程目标。圣经学院除了每学期用心规划给传道人的终身在职进修外，也提供基督教灵性课程的规划和带领。此外，圣经学院借由艺术作为灵性形塑的媒介，每到圣诞节，教会都会很用心布置，来增加节期的氛围。可是，在受难复活节期，却相对较少注重。为此，圣经学院今年特别推出一套从受难到复活节期的挂轴，让会友透过装置艺术产生对基督信仰的想象力，也更深刻地感受到受难与复活节期的灵性意义。
圣经学院透过合办课程，丰富真理学习和灵命更新。70年前，从上帝而来的爱感动美国、加拿大的宣教师以及北美教会兄姐奉献，促成圣经学院的设立。早年宣教师与本地同工同心合作，使可见的神圣空间成为充满馨香之气的建物。现在，圣经学院同工在这个世代仍努力延续乳香般的见证服事。圣经学院期望提供我们长老教会一个优质的教育训练场地，延续信仰造就的意义。虽然这2、3年来深受疫情影响，但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服事的机会。不论是教会机构需要一个实践意向的空间，或是教会需要一个圣徒相通、野外礼拜的教堂，或是小组团契进行各种灵修活动的场所，圣经学院都在场地、住宿和餐食上尽力协助，让各种教育训练都能达到4R 的目的。我服侍与奉献，这是教会最美的传统。邀请你为圣经学院关心、代祷、奉献，谢谢。这条要三个来奉献，请陈宝西执事甲梁家宏执事来示范。请坐。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今日也是新德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欢迎苏正在牧师前来本堂正道请安，咱拍鼓来欢迎苏牧师。也请兄弟做伙来关心目前伫转型中的新德圣经学院。礼拜后，请兄弟留落来三甲来交谊，互相来请安。第二点，第4季时间有定表已经排好啊，请兄弟过目有服侍兄弟要注意家己轮值的时间。第三点。
10月9号到10号哦，都是拜1甲拜2是国庆的连假，办公室会休困2天。第4点，咱目前欠一位帮忙摒扫的清洁人员吼，请兄弟多留意吼，还是有适当的人选请互牧师来知影。第5点，咱伫9月24号野外礼拜是挂迄个名牌顶面迄个名牌袋吼，会当回收搁利用吼，所以也是有兄弟还未交转来吼，请麻烦交互办公室。团契消息，少年团契下主日10月15号第2场礼拜后有10月份的聚会。这个例会邀请郭正志兄弟以所专长的航空知识来甲大家做分享吼。题目是迷航记甲航空领域的一些知识哦。我想这题目不迄个少年的真有兴趣吼，可能各个年龄的都真有兴趣。这个例会嘛要提前来庆祝这个重阳节吼，请上年的兄弟踊跃来参加。第2点，圣歌队为着要准备圣诞赞美礼拜，下礼拜日开始吼，第2场礼拜后都要加班来练唱吼，真辛苦吼，可能是无加班费吼。欢迎有兴趣的参与圣歌队服侍的兄弟来加入圣歌队，会使加这个李慧娟队长报名。具体消息当敬听的林献堂兄弟伫10月3号安息主怀，享年83岁。个别礼拜已经安排伫10月19号礼拜四上午10点30分，伫礼宾的志美2厅举行。请为着贵下这甲遗族来代祷，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先代表教会来欢迎咱今日伫咱中间，毋知我特别需要介绍的人无吼？我遮无啥物资料通好介绍。今仔日献堂遐的大孙吼，歹势我无你的名，徛起来互大家来甲你拍欢迎你来吼，你的大孙。献堂遐安息也是真意外。伊9月初3也过来甲咱做礼拜，伊破病差不多2礼拜，上帝就调伊去吼，所以咱特别为着因的遗族来代祷。今仔日来真欢迎欢喜苏牧师，伊会用即个题目心内有真侪感触啦吼。伊的牧师娘今年5月吼，迄阵是5月嘛吼。伊来咱的长青教室，甲咱缠绕化2天后，就知影讲伊得着胰脏癌，是不期末期的吼，这半年内底，所以苏牧师伊用完全的医治，我想对伊来讲真有感触。特别伊的胰双胞胎的小妹，3月发现5月昨已经过身，所以这个是一个。真需要咱代祷的吼，真需要咱为着特别苏牧师牧师因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咱伊伫新地圣经下伊伫遐做公关，今日半工来甲咱代表伊甲咱请安吼，所以你要讲伊有著作一本册，咱知影伊伫新地圣经下以前是伫台北中会做咱的总干事，不止侪年，伊内底有对。整个台北的社会、教会情形有一寡感受，所以有著作一本册吼，互苏牧师家来介绍一下吼。多谢张牧师，我来介绍这本册，毋是我咧卖册啦吼，这是我这世人出的第3本册吼，应该袂阁出册啊。我退休的时阵，想讲像我过去有10篇的真重要的演讲。
专题演讲的内容可能是一头前。第二部分是我做台北中的总干事，咱有看到北中的迄个夜报，我有写总干事的专栏，有30篇真重要，有关于教会发展、牧者灵命更新、教会真重要的物件，放伫内底。最后伫去年，我才想着讲，阮牧师娘伫我做总干事8当啦4月咧教老大人画迄个缠绕画有是讲伊个画真水我就甲伊扣入第3部分。第3部分真特别的画，拢有我家号一个名，号一个名。就讲这是布的，伊画布的，这布的阮兜袂使穿啦，当然当摆咧拄底，也是这帆布袋这本册我伫去年退休的时阵来参加的300个同工会，兄弟姊妹我送的村内有送一寡伫教会牧师，所以台湾足侪牧师会读过这本真简单的册无村内我就奉献圣定学院一本200块兄弟姊妹你若有趣味，你当要去看卖，而且200块完全拢奉献圣经学院做一个纪念，多谢。上营三甲来吟圣诗第401首。圣诗第401首，愿全能主上帝，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保守引带，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灭倒闭会。